咱再来看宜兰县头城遮有民间家己举办囡仔兄囡仔姐台语主播的比赛，对实际采访来到新闻报上，拢训练有对，望通互遮幼囡仔体会新闻工作的内涵。尤其遮古锥的少年主播讲着台湾话，一字一句，办头确实也是真有。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卓子成。今麦我伫头城含笑食堂。今麦为恁介绍的是咱的摄影棚。你无看唔到，这就是这阵小主播专用的点影屏。除了报新闻，就连外景主持嘛考验袂到。13行是清朝时代渔港附近的13间厝连做伙，所以有这个名。林水文对半年前开始办小主播的活动，嘛将影片放伫 FB 的专业顶面，除了互小朋友会当熟悉故乡，嘛希望报送上在地的头城新闻。伊感觉讲咱头城无家己在地遮的新闻通看，所以希望讲咱家己来试看卖，咱做咱家己的在地头城的新闻来试看。一开始就是讲我若是用我家己来报安尼可能无啥物人要看，所以我就是讲咱来找囡仔来报。而且我家要求讲一定要用台语来讲，因为我们希望讲会使来推广咱的台语的这个文化。虽然小朋友讲台语定定夹着喙齿，但是负责监督发音的导性员工，最主要也是希望大家听有，而且看到的是真活泼的影片。我早是报地区的编剧，所以呢，我有学过咱讲的文读音，甲咱讲的白读音。因为咱有当时咱遮的囡仔伊报这个新闻来讲的时阵伊包括伊讲的发音的这个方式，就是有当时拢去夹着喙齿，尽量咱报出来的这个物件，咱希望伊是活泼的，足古锥的，互大家看甲真欢喜安尼。虽然台语小主播即马才拄开始，但是报上以来，真侪家长甲乡亲拢真肯定，因嘛望未来会当愈行愈稳。除了将台语的风气带动起来，嘛要将头城上有人情味的故事推展出去。记者杨淑晴、张若水、宜兰采访报道。